节目一开始，赶紧来关心疾管署是公布，咱台湾出现头一个囡仔去画着高子的确定病例。这是一个4岁囡仔去护厝内面的人去画着。这个囡仔伫6月初1日时发烧、目睭无爽快、骹手、身躯拢有出珠，到6月初5日时拢无改善，去大病院检查，确定是去画着高子。因为囡仔破病了后就无去读册啊，所以疾管署表示讲，传播的风险真低。针对这个幼儿园当中，届时就是评估有这个跟这一名确诊幼童有比较密切接触的师生的部分呢，是都会建议采取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要注意有没有出现水泡、红疹还有发烧等等这些跟猴痘比较相关的症状啊。如果有的话，请跟这个卫生单位以及就是跟这个就医师跟医师来告知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接触史。那不过目前评估这个幼儿园的感染风险还是偏低哈，因为这个猴痘基本上还是发病之后比较会具有传染力。